杨乃武小白菜没食香味。杨乃武拿起酒壶，在小白菜的酒杯里向，洒满一杯嘛，叫小白菜陪自家吃酒。小白菜对杨乃武看看，明着的就要杀团子呀，今朝夜里哪有啥个心思吃多了啥个酒？不肯吃。杨乃武搭子不就歪讲，凭自家3寸不来之舌，使得个小白菜叫哑口无言，拿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而且连饮3杯。瞧，杨乃武想，我随时要拿这样吃酒，我要吃得那酒水无度，再好的眼睛里向滴出酒来，那么可以再遇同生意。这拿这样吃法子，等得起来在。现在一看，小白菜3杯酒一下头，嘿，面孔微微叫了红出来，那么差不多是。啊，妹妹，是，你方才已讲，不是你要害我，是此是哪一个人要害我？这个呢？我有杨乃武厉害讲，一个秋子成就到了波浪，要我说改副个名字，现在杨乃武也不能说的呀。好说我老早说着，为什么现在说起不来听，还不用上？顶多来问着帮扶营长之前，哇啦哇啦嘿嘿，说起来大人啊，我杨乃武冤枉讲，小白菜改副是啥人？我打来神女也是一点点好处来不得，这样一来反而害得乱家对尽谁啊？现在谁也对我不错，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滚顶北个部上，我说指出来哪对的是谁呀？来意，你不要问了，想你我明日迎上这事。乃是民众指定的。既然你来讲民众指定，那么蛮好。所以让我利用民众指定4个字，碰巧直接来打动那个心，看你也吃得是要吃得是。哎，三妹呀，是，你好聪明啊！被你这么一讲嘛，我杨乃武豁然开朗。原来我明日之事，你是民众指定的。本来弄不明白，现在么喏，清爽了。同治12年10月17日，我接好一只小船，行李装到船浪向去，在准备进京观客。但是为分组，为啥呢？一喝这个东窗喝雨，绝不动人。你都大概会想有点事体，还来这样一步，嘿，谁巧把那个渔场只有刘石洞赶到，花言巧语，我偏进衙门。我趟就再走一步，刘石洞办法上我一点事体也没得，就摊办这样一些辰光。那么哪会得这样吃个呢？这就叫民众指定的。我们要动身势，地动身，东川河雨也动人。又有两峰山里的那佛都知悉活灵门，刘世东家长一副一批嘴，赶到我里对我说：“乃武兄啊，心中巨银啊，可喜可贺啊！只非你进京观客，肯定金榜题名，我等你同日回归。”
我总归到那个地方无过啊，衙门里向喜酒一杯，搭眼送啊，随便他请来赏光。我听什么呢？刘先生我带你手无往来，而且为关卡之水。当初辰光，你做几条卡户收刮民脂民干嘛？我一张床子，我那个滚出他个！你看见我肯定悔恨在心，哪会得对我这样客气啊？看上去王次郎搭起把你愤恶核心，所以我无以下罪。不晓得刘世东对子我说：“哎呀，内务兄啊，不瞒你讲，我呢不仅不是亲眷，尚有份往来者。我此番进京嘛，每刻请来身边带一封信，带到北京，我亲眷的，随便还请来帮帮忙。我想别人家有事体求我啊。”我举手之了，再不答应了，有点不近人情。那么终于求他，我当初辰光只要想一想好子。既然里有封信叫我带到北京，为啥搿封信分到了身边？要叫我到衙门里向去拿呢？搿个就是破财。当时辰光会得分享着，真叫聪明一时啊，懵懂一时。搿哪会得这样笨呢？哼！这是一件命中注定的。我们进衙门，他推我进，今日立刻升华听。在衙门里向茶厅浪向坐定，底下人送过香茗，我刚刚喝得一口，差人上来，老爷有公事，请来坐堂。刘世荣立起身来，对着我说：“哎呀，内务兄啊，白去，公事受身，乃稍坐片刻，我去走了。”我说：“没，请便，你去坐堂，我马上就走。我5百功夫等辣盖搭等呀。”刘世东隔壁的花厅浪向坐堂，我刚刚立起身来要走，其他也拉来我，杨老爷，哎呀去听听啦，就辣隔壁里，蛮好听的，蛮认得的。昌县镇浪向风花案子，小白菜满杀青丝，去听听啦。啊，我不听什么啦？哦，刘世东隔壁的坐堂就是深南小白菜呀。那个男人搿只头戏，我晓得；那个小说革命去衙门搿上，我也晓得。但是我忙于进京赶客嘛，搿桩事来不及过。现在上班辣讲呢，满杀青丝，搿是我要去听听的。因为我晓得那小白菜个人，乃忠厚善良，良心蛮好嘛，本质不坏。尽管对小徒不满意。但是不出句话拉算，我自家男人杀脱。我晓得刘先生我过合同啊，倘若你要上课我定，侬乃确当成责。喏，我要当白发兵，我要帮你讲闲话，我要去听个。随便哪想不得，我要帮你，你反而害我呀！我欲举情啊情，情黑我，我是屈大神站在阳门，我拉平门边，听见那大面浪向牙齿干扎扎，一看外甥是我送一把披裳给他，是我满腹的。我气得来，血才要喷出来。我想小白菜啊，天地良心，我呀，你无分担错呢。你啥体恩将谁办？你啥体要害我？喏，而今我明白了，不是你要害我，这乃是命中注定的呀。地里泪水玻璃
生，再打黄豆总不能。本来我要进京赶考，那么吃不是一关关子3年多。我死心塌地，今生今世不服气，再到北京。随便哪想不到，清朝皇兄王大人拿你随安人来搞到北京演武堂重新身份，成就到北京来了。这也是命中指定的。种种出人意外，所以受受错遇的不谨慎。倘若我到北京种子上女有期末预告，我杨乃武命中注定要到北京来预告的。不过我不是期末预告，我是受挫预告。马上正确催上问，期末否认，不为其不当心丢来国语地图。昨日进京，红灯的风光，亚月清兵随红后涌，洋枪的终于报，车子四平不稳，为人征服，呵，好不风光咦！与那为人征服的为人言，三定着真结我们心。种子上女啊，要百为同意。而且我与你兄妹在此一时同意嘛，更觉令人高兴啊！同意贞洁同享好，家族之中生的人能亲近，居于身心等。说得高中，穷灵富义，而且我与你兄妹在此动作共演嘛，生是穷灵富义呀！杯中酒，一盅人，饮酒的心若是真，敌人欺骗一千心。得与心上人一醉嘛，红桂穷灵三酒醉，三头银五十分称，与千千常在中上大体明。我们亲相念许清灯，实在亲之你披心明，日里清清子子不情愿，世上天云大万事生。想读诗人十年长夏，用功精读，波芒上西北飞升，金榜题名，种子上流称为上流阶级。我杨乃武命中注定还要阶级，但是我不是上流阶级，像我乃神的阶梯呀！我命不等。空对阶梯，我杨乃武这个一身风暴啊，轰轰烈烈，全国闻名，啥人不晓得我杨乃武的鼎鼎大名？老实讲，记得应该对得起爷娘。
对得起自家的祖宗的债。我们已经难以相信，当往事看起而来。我杨乃武与如此衰神结果，真不令人高兴。哼，这都是命中指定的。哈哈，哈哈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杨柳伤伤句句，再次的下巴在心上，哪谁的事？越听越不对。沙家下今这个作祟，甚至当初皇帝是我来军令之意。沙家下们家谁做起，好看见皇前儿伤心，也看见当前儿伤心不恨，谁是了让社会了？再带杨乃武看看，面孔让了让笑，眼里了让过来。
衙内我到底也是凶神，不是去你的性命来不及了。须记有句不语句。生生世世乃到府上两日，叫生亦不足乐，死亦不足悲。你要打鼓嘘嘘，几子几困睡不死，何必望娘梦少一步。神机那遇上生用，虽然红泪不死身，失去神机生死，生死是不归。想想，那么爷娘公婆男人三路三不个，吃条条一无牵挂，脚肉一身。我爷爷有妻有儿有家有室，我一同对事体得啥人去讲我？我强
家虽相认，生弟弟为的我想起来了，三妹呀，少听你为主女婿，托你家三妹带个口信到我家做。嫂子，有事体托我，根本会相信我了。咁相信杨柳啊，我弄来海大门家身世分离，临死之前回来做一点点好事体，我也好过不舍得了。最想到该啦，身体受一受震，眼里卡一卡过。哎呀！但是我家三妹对对呢，只怕弄不清的。你此言差了，我杨柳对他不薄，他总懂得我的好处。讲不讲，恩怨晓得了。有的人自以为聪明，恩旧不分，井水都不犯啊！那老母我啊！岂不是那母呢？要打动那个心，没办法，白去有得母了。哈，三妹呀，是我家中的情话，你是最大的。我们婆婆皇帝收拾女。才你手起，我屋里向自家做吃做郎中的，不受大富大贵，不过是个小康之家，为这个场官司，而今倾家荡产的了，上里芙蓉半为贵。送这种兄这病，但如今我们的我与一梦生，下边生人里一家大小三四人，他们今日分居去看后生。屋里向还有4个人，家小养猪儿，儿子养该生，老中国叫人老的，还有个方氏阿婶，你都在看我死之之，你都看啥人？还当人间一米杯，既来是难比不无声。他们几个家可在伤心，懂人还懂，狼子我一我，我子人一人，小奴不懂。我问儿子通关才4岁了，我吃不死，你刚刚养出来，所以我打你起个名叫杨该生。你狼子要抓，我子要吃，吃不饱抓不暖。爹呀，我哭个呀！所以说在向母亲哭，真是痛的让是娘心。此日长大成人女，不追风前日后人，我死大还有一真不令人伤心。听不下去，小把这个狗财神也打开来着，所以生死立即上水路呀，那已不要讲了。怎样？必是上头心碎了。这倒治了，此乃我心事，此乃我家事。
是乃我未了之事，是乃我遗嘱之事，真是我不要讲了。哦，莫非我养来无事作孽不可活，不应该在你面前唠唠叨叨，可是啊！对呀，那我看看的手搓着啊！我见那反事不是遗嘱反事，我里想心说自己是反事，我实在听不下去。想养来娃，你哪冤枉我呢？你冤枉我哪谁的事？再想想啥子？冤枉子我谁不是啊？我冤枉子你3年多，你谁得知现在？还是现在冤枉我一些已经要受不是了咋？实干一看冤枉人的面的，不是很好。搿么想想必是啊必是，明着临死之前，你我自家说的我来治治了。该个是冤枉之人，但何时不还在冤枉人在？心里想哪不难过，不过我晓得噶。养内无有一头皮的苦事，今朝就让你吐一吐吧。来姨，你就请讲吧。当然也讲，三妹呀，叫你家三妹到我家中，告诉我家娘子，这第一桩是。叫他十张水路开有呀，可气气，独孤这口关，家里走吃吃，屋里向个事体随便那还要安排好。这第一会儿装，叫他冰清肉结空王水。莫用那水性杨花生，家里洁身自好，规规矩矩，别为之生活所迫，做搿种反面孔的事体，害人害己啊！还有第三桩。是去推心，叫他下驴不情绪压用。我们待人是够进衙门，迎上下水被人称。将我儿子规规矩矩，波头上进，用功监督，随便哪不能最后压个来了。我不是一失足，整天过恨，到现在后悔莫及了。娘子死都是家，龙水风起，但不得真。他们的名誉都虚伪。家生心，有种女人讲得花好的好，样样侪好，海誓山盟，信誓旦旦，才是假的呀。上有十字伤身经，走失才起4个字，搿个十字啦，再凶险。搿是哪写法子？上头一把德，下头是波芒的波。倘若呢爱色太花，就是波芒上头个波德这点下来，一杀断噶。红大里深水奔，所以观察我儿子眼睛要张开，特别面孔标致的女人，刚刚要当心。孙妹，我不是在讲你。你不要动气呀！美马女子心在
好比宋王年青绿女，水性杨花骨头青。他们遇了新人，也忘却旧人的。新人是马玉梅，李玉清，闯下了弥天大雷，一家人可以移花接木去给别人。庆祝生日去，晚风的让真，两寨间有毒，再多引无心，大情人再多这等神。像这种句子营造国法，免得害人不浅。但是富庶之人为什么要帮风引让在水水美？你倒空是啊！想想杨大夫啊，难道我都结婚了老了，想把在中间11个地洞走走？不过再想想自家门家还有死着，临死之前还不理自家母，么心里想还有冤了啦，心里想哪个来讲？这个让胸口的发闷，喉咙口发痒，想得不对。头一片只一张破，一口鲜血。张破把杨大夫看见，拿三家汤一打。杨大夫已经看见了，童学长啊，孙妹，你身子不伤，待我扶你到双亲之上休息片刻。来意，不妨事的。想这口内是薄血透的哈。倘若不透彻，今夕害人，下谁为呀？黑血喷人的。先把这哈拉发了声，这口血是毒血，后拉嘴巴里向要后血喷人。对你毛毛，那么你冤枉事体，上天不让这个血样吐出来呢？孙妹呀，你何不将冤枉之事一同回馈呀？岂不是非不是，都是必是的，不是呀？你就快讲吧。是。那么必是要透露真。